第159篇，患難是祝福的開始。羅馬書5章3至5節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，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練，老練生盼望，盼望不至於羞恥，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，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。喺呢個世界上，邊個一出世就經歷痛苦呢？係生落嚟就冇父母噶嘛？係生落嚟就有殘疾噶嘛？係生喺貧窮嘅家庭嘛？定係生喺父母經常嘈交甚至打交嘅家庭呢？從一個角度嚟睇，呢啲都係不幸嘅小朋友，佢哋比其他小朋友更加辛苦。別人放學返屋企有父母嘅愛，而呢啲小朋友甚至無家可歸，睇住其他小朋友着得好、食得好，返到屋企有工人照顧，出街有零用錢用，而呢啲小朋友唔單止冇人愛，甚至連一日3餐都未必食得飽，佢哋痛苦嘛？佢哋真係好痛苦。然而，痛苦嘅日子都係一日一日咁過去。離開咗學校，小朋友長大咗，開始行自己嘅路。佢明白辛苦嘅日子並唔好受，因此更加努力奮鬥，從最低層做起。無論幾辛苦嘅工作，只要能夠糊口，佢都唔會嫌棄，拼手抵足，最終走過艱辛嘅道路。佢脫貧啦，自立啦，從此開始建立自己嘅家庭，痛愛自己嘅家人。一代勞碌艱辛受壓嘅生活終於走過去啦。佢仲痛苦嘛？已經大不相同啦。今日嘅經文正正描述點樣走出苦難嘅道路，就係經過忍耐、老練、盼望，喺最艱難嘅時刻勉勵自己，呢段日子終會過去。只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冇柴燒。更何況我哋嘅神，佢係無所不在、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嘅。佢會與你同在，賜力量俾你跨過每一個難關。朋友，你而家正喺艱難嘅日子裏面掙扎求存嗎？抬頭仰望神，祈求佢嘅幫忙，佢會同你一齊經過。